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嘅12月初9，旧历嘅11月14，礼拜一。总统大选今仔日抽号码，1号宋楚瑜，2号韩国瑜，3号蔡英文。宋楚瑜是由朱地兵来代替抽到1号，因来画出着杀到哪里高墙，人民肯第一。那韩国瑜甲张善政做伙去抽到2号，两个人合唱《彩虹铃》，配合甲真好势。那蔡英文是副手热情地去抽到3号，因爱大家2020年用3张的选票顾台湾。春出大头帽比一个赞，立委李鸿钧替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抽到1号。再来是韩国瑜抽到2号。韩国瑜青年军喊口号，当场被中选会副主委单调给阻止。选务中立，停止造势活动。总统蔡英文无来，副手赖清德代表抽到3号。另外也有民进党青年军来助阵。让蔡英文总统率领国人守护台湾、维护民主、建设国家，也可以更有力量照顾国人。外号绿营比落去，韩国瑜甲张善政唱新版的《彩虹铃》。我们俩牵着手呀，选总统呀，选总统。得呀的台湾安全，得呀的人民有钱。那唱歌阁分巧克力，韩国瑜出头十足，那是宋楚瑜咧。2000年总统大选嘛抽到1号，朱地兵就会意义非凡。推倒蓝绿的高墙，把人民摆在第一。总统候选人的号码已经确定啊，各出奇招宣传，要让这数字深刻印在选民的心中。